当下一过检查护照那一关，就觉得如释重负，我也哭了一下子。过去4年的一些委屈啊，或者是一些不能讲的啊，现在一次全部宣泄下来，觉得真的自由了，真的回到自由世界，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。今天是2023年的7月24号的中午，我是李梦居，我现在准备要去北京的首都机场搭机，终于今天要启程要到日本，回到自由世界。那其实我现在也不能100%的确定能否顺利的通关，搭上飞机回到自由世界。认识我的人都知道，我很少。几乎是，甚至是几乎没有讲过一些政治议题。因为我是生意人啊，因为发生这件事情，才发现这个国家跟我们之前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。2019年8月20日，一名男子正准备在深圳出境时，被就赶紧拿出来随身携带的 DV 和手机进行拍摄。我就是很抱歉啊，过去做了很多不好的措施啊，然后也对祖国、对国家或许有一些伤害。那我觉得，他那个停车地点大概离我住的房间，离那个旅馆大概就50公尺而已。我就是一个好奇的路人啊，就是一个差旅客，拿手机起来好奇的拍了几张。如果真的是国家秘密的话，怎么会在旅馆就可以拍得到？这样就透个帽子，就变成台湾间谍，就很无奈啊！我根本不知道我做了什么，但是为了早点出去，只要认罪认罚，让自己早点出去才是最重要的。其他什么尊严啊，先摆在一边了。本来以为可以1个月就可以回家，竟然还要多2年，傻眼了这样子。后来觉得出不去算了，那只好把生活重心放在中国大陆，那也就开始旅行。在这个餐厅是吃云南的名产过桥米线。我现在人在中国四川省的省会成都市。今天是2023年6月20号，也是我这一趟人生最意外的旅行的第1400天。我内心还有恐惧，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多少都有 PTSD 的现象会产生。完全不能出房门，那整个就是被监禁起来。每天有3个人在看着我，不让你看电视，不让你看报纸，不让你说话，窗帘也不能打开，你不知道外面是什么地方。我都很期待每天来问讯我这样子，不然没有人愿意跟我讲话。我那时候痛苦到每天把地板啊、床底下、天花板全部擦一遍这样子，因为没事干。最痛苦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自由，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最后想到一个方法，就是他也没来问讯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踱步，就走路，在有限空间里面走路，心里哼了一些歌。我最常哼的就是那个亚细亚的孤儿啊，还有美丽岛这2首歌。现在在黑龙江的扎龙保育区来看丹顶那个台下好冷。因为我出这件事情出来之后，有些台上朋友还是会对我有点戒心的这样子。微信上他们会不敢跟我聊，甚至反正有些人连讲电话都不敢跟我讲，可是见到面就没问题了这样子，只要不要有对话记录就是了。
我用旅行这个方式来克服我的孤独感，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走。虽然有些人可能只是见一次面聊一次天，但至少有人愿意跟我聊天，跟我分享他生活上的故事，或是那个地方的事。我现在在云南省的大理市，我接下来就走到那个古城的街道上面给大家看看。这个是大理王府。哎呀，怎么动了？那今天也是我这一趟很意外的旅行的已经1400多天了，1404天了吧？每天晚上都我觉得这是一个同温层的心理吧，因为发生这件事情，我想去探寻真相，我就开始对中国的人权议题开始有了兴趣，这样子。毕竟自己处于那时候那样的处境。只要是从老挝生产的产品到欧美国家都是零关税的。出来之后才发现，在里面有2年，我的大姑姑和大阿姨都相继过世了，很遗憾这样子，那就没办法去参加他们的丧礼。去年的话，有一位小时候对我非常好的叔婆吧，我叫她叔婆这样子，染疫1天就过世了，106岁。我出来之后还打电话给她，这样，只是她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接到，是她儿子接到，我就想跟她讲话。就说我回去要赶快回去会见你抱抱你这样子，没想到没多久他就染疫过世了，这样很遗憾，106岁。贺兰山路，这边有很有名的贺兰山的石雕，有的石刻。就在前天，深圳市国安局的人员约我会谈，因为大家都意识到我快可以回去的时间快到了，只是他在会谈之中又透露出。可能担心我回去之后被台湾的媒体操作，然后会影响到总统大选之类的。但我也很诚实跟他说，我回去的时候会先到日本，然后避开这段风头。所以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决定能不能让我回去。到机场前，心情都是很忐忑不安。那我是一直到3天前，深圳的国安才传简讯给我，也打了1通电话给我，确认我能够出去的意思，这样子。我觉得这3、5年应该不太会进去了。我们以前真的太天真，就是一般台商的心态啦。市场很大啊，只要不要跟他谈政治啊，大概也不会怎么样。不知道这些事情，比如说司法黑箱、侵犯人权。这个就是设身处地嘛，自己经历过，那就会开始关心。之后就是希望尽早能够恢复原本的生活。从我知道还要多2年限制出境那个时候开始，大概一天顶多睡到最多4个钟，2个钟到4个钟就一定会醒过来。做梦也会啊。希望今天晚上是个好梦了，真的自由了。